有抓抓。先辈さん呢 ，Hello， 大家好久不见。今天呢，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2024巴黎奥运蒙古队的服装。前面的片头大家有看到了吧？觉得怎么样？好看吗？那这一次呢，大家也有没有被那个奥运的那个新闻啊疯狂的洗版有吗？我自己呢是有被疯狂洗版到了，因为我自己看到新闻啊，不管是电视还是网络新闻的时候，都有被为之震惊呢。哇，蒙古这次还没开始就先赢了，这种标题被哇哦，是真的很好看。那接下来呢，我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他们在奥运的服装上面的巧思是什么，然后也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之前在蒙古当交换学生的时候，我做的一个作业。那是介绍了蒙古它某一个地方他们蒙古袍的一个特色是什么，那也会跟大家就是做一个比较跟蒙古其他地方的那个蒙古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想要介绍给大家。那我们来看下去吧。那这边开始呢，我会想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蒙古的明阿特这个地方的传统蒙古袍是怎么样的，那也会去跟别的地方做一个比较，那最后我才会放上蒙古2024巴黎奥运他们的服装啊，他们的那个图腾的内容是什么。下去吧。那在这边呢，就是想要先跟大家介绍蒙古袍呢，其实它有几个比较重要的重点吗？衣服上面的重点，就是第一个一定会有帽子，那帽子他们会说是绝水之国的帽子，那腰带他们会说是创世之地的腰带，袍子就是蒙古袍一整个，他们会说是繁盛国家的袍子，那鞋子呢，他们就会说是支撑国家的靴子。那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吧。蒙古人呢，将他们的服饰啊，整个视为一个国家的象征，就会在设计跟制作过程呢，注入一个国家繁荣、昌盛、和平稳定的一个象征意义。那蒙古人将帽子呢，视为一个崛起之国的帽子，并会给它一个很崇高的敬意。那是因为帽子尖尖的，笔直向上，就会象征着国家的兴盛和繁荣。那蒙古人呢，将腰带称之为创世之地的腰带，是因为腰带象征着一个分散的事物固定稳固地连接在一起，有一个寓意团结和稳定。那我知道你一定会问明嘎特在哪里，那你可以看到地图上面啊有首都乌兰巴托的地方，那明嘎呢就在它的西边另外一侧，那它是在Hofot Emek， 就是 Hofot 省，那它就叫做明嘎顺，明嘎顺这个就是中文翻译我们叫苏木。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明嘎它的衣服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那明嘎这边的人穿的蒙古袍啊，没有一个很固定的款式。那衣服的边缘呢，通常是比较宽大，然后有黑色滚边的，通常是双层下去缝制的。那不像西边的地区啊，女性会带着白领子。明嘎这边的人，他们的蒙古袍的这个领子啊是红色的，就是他们这边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那不论是冬天还是夏天啊，明嘎这边的人头都会戴上一个黑色天鹅绒的帽子，那在夏天会有用那个白色头巾啊扎在头上的一个习惯。那明嘎这边已婚的女生呢，就会像哈那边的人一样，就会把头发分成两个部分。那在发髻上面用珊瑚制成的蝴蝶形状的装饰品啊，去装饰他们的头发。那在明嘎的女生呢，通常就会带一些比较有精美花纹的那个工艺刀。那也会搭配一个5个颜色的丝巾跟着一起佩戴，就看起来就很好看。那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我刚刚有说嘛，他们的那个头发上面都会做一些装饰啊，所以会有一些银饰的饰品啊，或是直接装饰在头发上面的一个特别的珊瑚之类的东西。那在比较的部分呢，我们第一个想比较的一个点呢是帽子的部分。那在
蒙古各个地方都有不一样的蒙古袍的一个特征。那在帽子的部分呢，就有分有帽子跟没有帽子。那有帽子的部分呢，就还可以分那个帽子呢是比较高高尖尖的，或者是一个比较扁平的帽子，所以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图片。那在第二个不同点头发上面呢，大家可以看这几张图片。那图片上面就可以看到女生的头发呢，就是会像刚刚说的，可能有些是比较蓬一点，长得有点像蝴蝶图案的，那有些可能就是比较垂直放下来的。那不变的是呢，他们都会在头发上面做一些装饰，不管是银饰、金饰、珊瑚的这种饰品啊，其实都是想要让自己的头发看起来更华丽、更漂亮一点。那这些参考文献呢，是我之前做一些 manga 的一个资料收集的时候所用的一些参考文献。那我也会把这个文献呢放在资讯栏的地方，那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稍微看一下，那也可以知道一下蒙古袍他们的一些历史啊，还是每个地方长得不一样的一种解说。那接下来让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次2024巴黎奥运蒙古队他们的服饰吧。首先要介绍的话是旗手的服饰，那男生的部分就有看到我刚刚说的高高的帽子、靴子，然后还有整套的蒙古袍，外面再搭一件那个背心。那女生旗手的部分呢，就是我刚刚要说到的一个装饰配饰的部分，那再搭配一个手拿包，一样也会有一个背心。另外在选手的服饰上面啊，就会搭配一个比较一般的帽子，然后比较休闲的鞋子，然后裤装，然后半身的蒙古袍，然后一样会有一个主要的背心。那女生的部分呢，跟刚刚的骑手的部分比较不一样的话，它也是做一个半身的蒙古袍，然后搭配一个比较长裙，百褶的长裙，然后一样有手拿包啊，跟一个背心这样。那接下来想要再跟大家详细的说明一下，这次他们在服装上面设计的一些文化的象征啊，跟工艺的巧思。那第一个呢是象征与图腾，他们在服装上呢融合了非常多的蒙古民族他们的一个图案跟象征，包括了中间的一个九游白道，那是蒙古国的一个象征之一，然后还有奥运的火炬啊，然后跟他们主要的太阳、月亮、山啊，然后还有云啊，象征的永恒，然后还有麒麟啊，还有老鹰啊，这些对于蒙古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图腾。那这些图案呢，基本上都是用金线下去精细刺绣的，展现了一个蒙古文化传承跟奥林匹克的精神。那第二个细致的工艺呢，是每一套服装都是量身定制的，耗时超过3个月，经过42位工匠努力合力制作完成的。那每一套服装呢，都需要经过6个步骤，平均要花费20个小时才有办法完成，成功的展现了他们的设计制作的一个卓越的水平。那在设计师的背景上面呢，是些服装呢是由蒙古的一对姐妹设计师所创立的品牌。那他们成功的在服装里面融合了一个现代的时尚跟蒙古传统的元素，让蒙古队的奥运服装成为了一个时尚界跟奥运的一个观众的焦点，是不是也就吸引了你的眼球，然后去找了这一次蒙古他们的奥运会的服装呢？那这以上呢，就是我这一次想要介绍给大家的一个蒙古，他们这次真的是让世界看到蒙古了，真的。我一看到这个衣服的时候，我就真的很喜欢，我就哇，超好看！而且我自己就是在大家如果有看我之前的影片的话，我也有买一件长袍，然后也有买一件短短的蒙古袍，我觉得都很好看，尤其是他们上面的一些图案啊，都很好看。你会觉得他们那个刺绣还是什么的，都代表了他们真正的一个工艺的一个水准水平。
那尤其是这一次那个奥运会的服装啊，你看最中间那个九有白道，他真的就是把他们最象征的东西放在最中心，对他们最重要的东西也放在最中心。那也是中间的那个火炬也是很重要嘛，然后还有奥运会的会徽这种啊都有，就让人家觉得哇，为之惊叹，怎么可以这么好看？那也是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怎么感觉这个好像是拍什么时尚大片一样？这个预告怎么这么的有点小恐怖？但是我觉得很好看的，就是它是利用了一种有点小小暗黑风格嘛，去展现出这个蒙古他们一种比较对于我们来说比较神秘一点的国家的那种感觉。而且你不觉得他们就是一个很适合这样的衣服，然后感觉就会让你感觉有一种很有气场的感觉，那种服装表现吗？所以就很希望大家可以在借由这次的介绍，可以更了解蒙古一些。那也希望大家可以之后呢，可以继续持续关注一些关于蒙古的一些文化啊、历史啊，还有一些比较有趣的内容。那如果你们也有一些比较想要知道的东西的话，也可以跟我说，那在下面留言给我，我就可以看看你们喜欢什么样的内容，就做给你们看咯。那就下次见喽，拜拜。